曾經佢乘風破浪，揚威海外。今日佢舉步維艱，失去咗運動員應有嘅風采。拍 TVB 節目出事，舞台上黃合喜脊椎移位。曾經係奧運風帆代表嘅黃合喜，運動員體格身手了得，但大家有冇諗過，今日嘅佢竟然連行步路都好艱難？呢日黃合喜用雨遮當拐杖，由赤柱屋企行去咖啡店，3分鐘路程，行足15分鐘先行到，行到矮拉咁慢，都係飲杯咖啡啫。行平路辛苦，行樓梯就更加慘到爆啊！你睇下佢落2步樓梯都要停一停，就要喘晒大氣咁。翻到滑水學校，黃合喜已經攰到行唔喐，黐住張凳唔肯起身。本來玩風帆玩到識飛咁滯，究竟點解會搞成咁呢？原來舊年佢拍無線遊戲節目《寧海尋真奪寶》，當時佢玩游繩落山澗，點知安全繩計錯長度，就咁蹬咗一下，挫傷咗條腰骨。當時痛到眼淚都飆埋嘅佢，恃住有運動員身手，夾硬死頂繼續拍落去，搞到傷上加傷。當時都唔知咁大鑊噶，點知上個月忽然打個乞嗤，已經成個人喐都喐唔到，要急急腳去醫院檢查，先發現脊椎 L4 同 L5 移位。醫生警告佢啊，即時要停工，乜 job 都唔好接，如果唔係啊，半身不遂都有份啊！手停口停，黃合喜受生活費，仲要受醫藥費。最唔 happy 嘅係受傷咁耐，無線都不聞不問，而最悲嘅係無線完全冇幫佢買保險，完全毫無保障啊！雖然話黃合喜可以向無線索償，但係佢話法律手續咁多，賠到嘅又係細數目，不如正針養傷